骗小孩的事情啊，他们天天在做啊。这2天你们看到吧？就浙江啊、江苏啊，他们都组队包飞机去海外抢订单，对吧？这个就是骗小孩的事情啊。你可能觉得我说话很过激，没有过激。我做外贸几10年了，我很清楚12月份在干什么。首先12月份这个圣诞节订单全部结束了，没有订单的。这个月就是在做计划。首先我要告诉老外，中国年是怎么排班的？中国年的最后一张订单是几号交付的？样品订单我接收到几号？如果你现在下单的话，明年我最快几月几号给你交付，这是我做的计划，对吧？还有就是你拼了命求我什么呀？宇哥帮一下忙，出一张样品订单，很着急，或者宇哥10万火急帮一下忙，但做坏了再补一批货，这是我在做的事情啊。你说你现在去国外抢订单，抢什么订单呀？如果你现在圣诞节订单没有做成的话，老外是不可能给你明年订单的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去国外抢订单，老外就问你3个问题：你广州还停电吗？你广东还环保吗？你广东还封控吗？这3个问题你是没有办法回答的。你说你停电问题，一到7、8月份，广东就是135、246停电，对吧？你说环保问题，好吧，现在环保问题都不是这个广东省一个省的可以解决的问题了，该查就查，该停就停，事实就是这样子的啊。再说这个风控问题，你能保证明年4、5月份不封控吗？你能保证吗？保证不了，谁都保证不了，对吧？你面对老外的灵魂拷问，你怎么作答？没有办法作答的嘛。那么既然你没有办法保证我的生产，我凭什么把订单给你呢？你想想看，你今年8月份再封控，老外给你下圣诞节订单，然后你12月份交付不了，人家喝西北风去啊，人家商场里没东西卖啊，你的信用值直接降为0。我绝对把这个订单下到东南亚去的，东南亚无非就是交期比你慢一点，价格比你高一点，那又如何？所以说你现在组团到国外去玩的话呢？不，去考察的话呢，你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？无非就是一些心理上的宽慰，就大家封的时间久了嘛，这帮人出去旅游一下，我完全可以体谅的，但是不用当我们是傻子，借这种名头出去好吗？大家都是做生意的，少骗老百姓，多做些实事儿。OK，今天午餐。